主后2023年2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小聪明对诚实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30章25节到43节。累计生约瑟了后，雅各对拉班讲：“请互我倒去我的故乡，嘛请你将我服侍你所得到的某囝拢互我，互阮倒去。我安怎出来服侍你，你拢知。”拉班甲伊讲：“你若看我有够重，请继续甲我住，因为我对卜卦知，上主因为你的缘故有赐予我。”伊阁讲：“请甲我讲，我着互你偌济工钱，我就互你。”雅各甲伊讲：“我安怎服侍你，我安怎照顾你的前生，你拢知。我还未来以前，你所有的真少，现在加添真济。我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缀咧甲你祝福。伫时，我才会当为着我家己的家庭建立基业。”拉班讲：“我着甚物互你？”雅各讲：“你甚物拢毋免互我，有一样代志你若答应，我就犹原固守饲你的羊群。今仔日，互我顺你所有的羊群，将绵羊中间有点有斑的，甲乌色的绵羊仔，以及山羊中有斑有点的，拢分出来做我的工钱。以后你来看我所得的工钱，若山羊无斑无点的，绵羊仔毋是乌色的，就算是我偷的，用安尼来证明我的诚实。”拉班讲：“好，照你讲的。”迄日，拉班就将有斑有条纹的山羊杠、有斑有点插着白色的山羊母，以及乌色的绵羊仔，拢分出来交互伊的囝。伊互家己甲雅各3日有3日的路程。雅各就顾拉班其他的羊。雅各摕羊树、杏树、甲饭树青搁软的枝，剥一部分的皮，互内面白色的条纹露出。伊将剥皮的枝插伫羊啉水的水沟甲水槽，互因甲羊相对。羊来啉水的时，公母交合。羊伫枝的对面交合，就生有斑有点有条纹的。雅各将绵羊仔分出来，互因面向拉班有条纹甲乌色的羊。伊将家己的羊另外放伫一个所在，无甲拉班的羊参差。养壮的羊交合的时，雅各用树枝插伫水沟内，互羊面对树枝交合。毋过消散的羊交合的时，伊就无插树枝，安尼消散的归拉班，养壮的归雅各。对安尼，雅各非常好额，有真济羊群女婢、仆人、骆驼甲驴。以上。小聪明对诚实。大多数人拢希望趁要少年的时累积财富，通互家己伫食老的时生活毋免忧虑，也是会当为下一代留较济一丝仔的产业，互因的生活过了搁较好。也有人想尽办法，想要互囡仔加读册、出国深造，
望囡仔未来通找到收入悬搁好的工作。不过，伫现实中，咱常常看到有人为着累积财富，竟然不择手段，特别是恶劣的政客和财团官商勾结，罔顾道德和正义。尽管有这款恶例，大多数人也赞成靠家己努力的正当所得，才通安心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通看到雅各安怎运用家己的聪明，对拉班的手中累积个人财富。雅各为家己谋略一生，为夺取大囝名分，听趁老母的话欺骗父亲，互兄哥以扫也失去大囝的祝福。为累积个人财富，甲阿舅兼丈人的拉班过来工作的时，也用小聪明得饲羊。不过，拉班也是真够算计的人，为着留住雅各这个免付工钱的聪明工人，拉班想尽办法，一再延长雅各为伊工作的时间。伫无公义的劳资关系中，两个聪明人其实是互不信任，彼此猜忌，互相诱勒，伫不得已之下订契约，免得家己继续受损失。当初雅各逃靠拉班的时，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。几若年落来，雅各努力为拉班工作，投入青春和劳力，敢若为着娶心爱的女子做某。当雅各娶某生囝以后，伊认为已经通自立门户，想要离开丈人的家，毕竟这并毋是伊的根。总是对拉班来讲，伊认为雅各的一切拢是属于伊的。当雅各向拉班提出要离开的想法的时，拉班再次提出条件，希望将雅各留条咧。拉班无插话讲，伊会通得到上帝祝福，完全是因为雅各的缘故。拉班利用小手段，想要透过雅各得到对上帝来的福气。搞怪的拉班并无因为雅各要求的公主家就好好啊甲伊立约，甚至无建立伫诚实的关系顶面。聪明的雅各知影拉班的心思，也想尽办法见招拆招，破解拉班的计策，互家己无阁受拉班百般挑难，断了家己的财富。当两个聪明的人各怀鬼胎，就无法度诚实相待。1947年，台湾发生228事件，成做历史悲剧。为追求历史真相，有志之士伫1987年2月成立228和平促进会，望查明真相，平反冤屈，带来宽赦甲和平。经过几若年了，到当咱还在追找真相，望加害者会当放下诡诈，追求和解。拉班和雅各拢是聪明人，但是因之间无诚实，彼此猜忌，乃当互相信任，建立诚实关系，相信双方拢通受益。伫家庭也是这样，咱是毋是因为信仰甲人建立诚实的关系，使用小聪明，简单会当暂时得利？只有诚实，一生蒙福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用诚实面对周围的人事物呢？伫日常生活中，
我安怎表现基督徒的诚实？我是毋是用诚实面对周围的人事物的？伫日常生活中，我安怎表现基督徒的诚实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监察我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我面对人的诡诈的时，也要保有诚实的心。愿你赏赐智慧，互我所做一切，蒙你悦纳和祝福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